冥想呢，其實係好簡單嘅。我哋成日都講話寧可短，勿可斷，短到咧3分鐘都係可以嘅。咁啊，定時做咧係好好嘅喎。咁點解我哋要做冥想啊？冥想有咩價值啊？其實人嘅腦咧就好似個電腦咁，我哋每一日咧都吸收得太多資訊啦，好容易會輕機噶。咁所以咧，我哋間中咧要清空下個腦，就好似咧刪除緊電腦嘅太多嘅 file 咁。咁個人咧情緒又會平穩啲啦，一啲嘅決定亦都會中性啲嘅喎。咁我分享下咧點樣做冥想啦。你可以咧揀一個你舒服嘅空間，屋企係絕對係可以嘅，但係房間咧就唔建議啦，特別唔建議張床度，因為房間咧係一個瞓覺嘅能量嚟嘅喎。你可以揀喺凳上面又得，或者喺地下上面都得。如果喺凳上面咧就唔可以挨啦，坐喺凳嘅前半部分，雙腳咧要平放喺地面上邊。想象下咧個頭咧好似有個樹枝咁，輕輕咁向上拉，下巴同地面咧就保持一個水平線嘅狀態。記得要呼吸喎，因為有啲人咧初次做冥想咧，有時會閉氣嘅喎。而做冥想咧有幾種狀態好常見嘅喎，第一種咧就係好多嘢諗，我哋稱之為咧好多思緒。如果你係呢一種咧，係冇問題㗎，亦都唔需要逼自己強行要返嚟個呼吸嗰度。但係你可以好溫柔咁邀請自己，把個呼吸去返去鼻尖嗰度。如是者咧，你可能來回3、4轉嘅喎，都係冇問題嘅。咁個呼吸去返鼻尖。而另一種朋友咧，可能會係比較攰啦，就會比較眼瞓喎。如果你係呢一種咧，都唔緊要㗎，亦都係好溫柔咁邀請自己個思緒返去鼻尖嗰度。第三種嘅朋友咧，可能係冇咩嘢諗，咁你就保持個呼吸去到鼻尖嗰度，繼續清空啦。初心咧有一個3分鐘嘅音頻喺個 YouTube channel 度，你可以去享用嘅。大部分嘅人聽頌缽嘅聲音咧都係好舒服嘅，不過咧少部分嘅人咧係聽落去咧係唔舒服，甚至想嘔嘅喎。如果你係呢種狀態嘅朋友咧，係唔需要強行要用頌缽嘅聲音嘅，你係可以去 YouTube 度 search 任何一啲冥想你覺得舒服嘅音頻，甚至係咧你完全唔播音樂都得嘅。如果你選擇唔播音樂或者唔播音頻嘅話咧，你可以喺心裏邊數10下嘅呼吸，一呼一吸為止1次，喺個心裏邊數10下嘅呼吸都係可以㗎。咁如果你準備好咧，就可以開始啦。